要抽到小火龍，抽到小火龍。129。有啲乜嘢？有貼紙咯。哦，你幾得意喎又。佢仲要冇白邊嘅喎。你原張咯，原張收藏咯。唔係，但係佢冇白邊嘅咯，所以幾好喎。就係呢個啦，有3張 IR。咩嘅 Evolution？ 開咗咩先咧？開右邊先，係嘛？因為我好奇新卡，嗯，係咪開新卡先？小火龍，小火龍，到底有啲咩？ 2、3，唉，臭咗啦 ！Rowlet 啊， So sad 1、2、3張咯。你點知臭咗啊？因為係個有3袋啊嘛，咁第一張係個袋嘅就，哦，即係 set 好咗係啊啦，已經。得3款嘅啫，嚇！就唔係如果 random。重複咁點啊？重複，重複咪含晒咯。小火龍，哎呀，冇小火，冇重複，但係冇小火龍咯，有 Flip Up 咯，有 Flip Up，Flip Up 都靚嘅。即係邊隻啊？呢隻咯，Flip Up 咯，即係 OK。冇第一代咯，不過都冇重複都好嘅，係咯。但係爭最貴嗰 set 咯。係少啲嘅係咪啊？應該唔係，應該一樣。幾靚，係啊！開咗噴火龍先啦，你開唔開啊？你開爆咯，你開個噴火龍，你個噴火龍定咩啊？定 Lucario？ 噴火龍。好啦。So sad。係。有 Rowlet 史拉比，仲 Absol，Mega Absol， 冇全套啊，但係。
抽咗啦。你點知㗎？感覺咯。 LOL 開到嗎？你開到嗎？開唔到，唔夠。嚇？你先打開。嗱呢度呢度。OK 啦。呢張係啊，能量。好得意啊！有冇嘢呢？我覺得冇嘢。唉，抽咗啦。抽咗啦。得啲 promo 卡。